使徒行传第10章第34节到43节。34节，彼得开嘴讲：但我确实知，上帝无偏袒人。无论倒一个民族，敬畏伊行为正直的人，伊拢欢喜接纳。恁知，以前上帝有通过万民的主耶稣基督，对以色列人传和平的福音。约翰传洗礼的道理以后，这个福音有对加利利开始传遍犹太全地，就是拿撒勒人耶稣。上帝有安怎用圣神甲大能力甲伊抹油任命，有安怎互伊去逐所在做好事，医好所有受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上帝甲伊同在。阮就是伊伫犹太逐所在甲耶路撒冷所做的事的见证人，因甲伊钉死伫十字架顶。第3日，上帝互伊搁活，搁互伊显现，毋是对所有的人，只有对阮遮的受上帝拣选来做见证的人显现。阮捌伫伊对死人中搁活了后，甲伊做伙啉食。伊命令阮传福音予所有的人，证实伊是上帝所任命做活人甲死人的审判者。所有的先知拢为着伊做见证，讲信伊的人拢会因为伊的名得到赦免。